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今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研究民间流传的四句联，在对日本时代刻盘内底，各种采取出来，真感动人。烟花12坛，见面讲第一可怜落烟花，凄惨艰苦无答话。出事无奈就是我，歹命准牛甲人拖。第二可怜烟花界，好歹人客拢来开。3分着福讲决赛，起无问题甲咱赛。是啦，各种对日本时代刻盘采取出来，主唱人是尹玉晓甲詹素珠这两个歌手。太平唱片编号 T307，烟花12坛。一站头咧讲烟花可怜的所在，见面讲第一可怜落烟花，凄惨艰苦无答话。这3字无答话，咱即马汉文讲做无奈何，白话就是无答话。过来第二趴，讲第二可怜烟花界，好歹人客拢来开。咱安尼一日到暗踮遐，伫咧等人客点咱去坐台。啊，真正有台通好坐3分就好讲决赛，叫你啉一个酒。你动作较慢咧，卡袂到就讲人结身份，讲咱决赛，起无问题就要甲咱赛，有影凄惨。过来第3可怜烟花院，歹命咱着坐几暝，头小耳热若破病，拖命也着共趁钱。第4可怜烟花国，火若断开人佚佗，火社人着嫌无好。烟花出身永是无。第3可怜就是烟花院，歹命咱着坐几暝。搁像头拄我讲，踮遐等人伫咧点台，头小耳热若破病。这4字成语头小耳热伫台语应用，干那一种表示，就是讲人发烧、辛苦病痛。咱常常咧讲样样伫咧爱伫咧提，老爸老母上界烦恼就是头小耳热，有影啦。可怜坐几暝，第4可怜就是烟花国，火若开头，人就嫌无好安尼。烟花出身影是无，这个影，咱较早咧讲影，就是即马现代人咧讲，发音走去讲汪汪，无迄个烟花好出身的啦，可怜。啊，可怜这个4句联，毋是干那刻盘内底有，连念歌杨秀卿、屈红英嘛捌念，各种会继续招你来探讨甲研究。